因為我想比較，究竟工聯會係一個乜嘢性質？因為咧，屌佢乜撚都有得學噶，公共服務車輛職前課程、的士新手培訓工作坊，同埋的士司機職前訓練課程，又唔係考牌嘅，120蚊。個半鐘就學習車輛嘅基本結構，學下點樣尋找客源，遇到交通意外應對，的士嘅路面陷阱。哇！呢個我都想上喎，我想學下點樣可以吸引多啲客源啊！懷才不遇自救法啊，講咗好多年㗎啦，呢單嘢好耐㗎啦，好多年喺 Facebook 嘅年代，啲人已經笑㗎啦。哇！咪一班成班的士佬咯，咁咪可以接住連住佢嗰啲建議課程咁樣咯。嗱，即係學完呢個懷才不遇自強班咁樣，跟住咧就咁我去做的士咧，上完個 course 喎，學完點樣去識客咯喎，都識唔到嘅，去學開鎖咧咁樣咯。我唔去，我唔要呢同學仔。好多呢啲建議課程喎，啲條水勁。呢個講座咧就係分享點樣如何發展自己嘅才能嘅，3個鐘150蚊嘅啫。哇，幾好喎！50蚊一個鐘，又唔俾錢。喂，攞你星期5就開個題，懷才不遇自強班。我教你，你上完之後你就一定唔會懷才不遇啊！教你放棄，懷才不遇應該點算？第一，話俾自己聽，其實你冇才嘅，姿勢。懷才先有得不遇，你無才邊有得遇啊？係咪先？講嘢。